咱来听故事。林叔啊哦，我不爱耍啊！你慢安尼啦，那无吼，你来讲故事，我替你来配音。我讲啥物故事，敢拢会使？当然咯。好，嘿嘿。有一天，兔仔决定要去旅行。伊感觉足热足热的。伊听到足细安波节的声音，哇！兔仔决定要去海边。伊决定要骑铁马去。要毋过也是足热的，兔仔愈骑愈慢，愈骑愈慢。兔仔决定要骑奥多麦去。要毋过也是伤热，兔仔决定要坐火车去。兔仔往窗看出去，外口有足多物件的。伊看到鸟仔飞过去，伊看到蜜蜂飞过去，伊看到飞轮机飞过去啊！兔仔足欢喜的，毋过伊伤欢喜啊，就坐过头去啊！伊落车的时阵，竟然是一个马场。伊看到一只足缘投的马，一只马讲，伊要带兔仔去海边。兔仔坐落去，因两个人出发啦！愈走愈紧，愈走愈紧，风足大。这个时阵，兔仔闻到一阵咸咸的味，看到海啊！足舒适的，因两个人开始上水。因为这个小旅行，兔仔交到一个好朋友。大姐，足厉害的，你每一个声音拢足像的。我拢看到遐物件。妮妮啊，其实真简单啦。你模仿声音的时阵吼，你的心吼就爱受到你的模仿的动物啦，还是物件，安尼吼，你做出来的声音就会足像的。安尼，我一定要跟你同款厉害。哦，妮妮，你已经足厉害啊！你遐个讲故事，哦，做这动作足像的，我感觉你足赞的。我知啊。安尼，咱两个人一定要做伙讲故事，安尼就会非常厉害。哦耶！声音真正足好耍的。足好耍的。我嘛要去海边。行，足舒适的。哦。